劳基法规定讲，共一间公司做满10天，都有16天的特休假。也毋过有台北坐运外包的清洁人员是讲，已经做10天啊，只有3天的特休。台北坐运嘛表示讲，会来讨论讲看安怎来处理。 台北捷运特休小偷，伊用互人真清气印象的台北捷运幕后上大的工程，都是清洁人员。但是目前651个清洁人员委外人力，卡使本地厂商若无继续达标，清洁人员若想要继续踮伫遮做工课，就要变做新厂商的员工。这嘛代表讲因的年资会归零，特休爱定算。工会讲服务10年，煞可能因为安尼变做干那3天的特休。依照劳基法。 特休就是跟着年资，所以他受雇年资归零重新起算，那特休也会跟着起算。这个事情乍看之下没有违法，但是在情理上还有问题。承揽的厂商的劳动契约要把特休的累计要并计进去里面，在这边呼吁北捷要提出时程，让这些清洁人员变成北捷自己来雇用。为着甲饭碗保护掉，清洁人员无出面争取权益，无明年1月初1，家己有可能就会变做无妨继续请的对象。2018年监察院就捌调查，而且要求北捷来改善，但是7年过去啊，工会批评讲北捷同款是无作为。首先，我还是说明说，第一个这是承揽，第二个这个我们契约有规定。那刚提到这个。 是不是延续这部分？我们再来做检视。北捷表示讲，这是承揽契约，一切拢照契约的规定。工会呼吁北捷和承揽厂商契约变更，爱做伙算劳工特休的年资，才会当来补清洁人员的损失。对这北捷表示讲，会甲意见早登去研议，但是嘛并无互因具体回应的时间表。工会讲，伫即马开始，因会逐工去一个捷运站来发传单，呛声讲北捷若无听因的诉求，行动都袂停止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